为相仿，与落丁记的那个家伙同名同姓，但没有什么关系。如今大家都很忙，所以不妨听我先讲一讲。各位听了才有兴趣，请往下看；听了才无兴趣吗？还是请往下看。你们已经来了，不看罢不看。这年头好看的戏很多，但据我所知，一个演员才一出戏中能将我破调皮的童声落魄潦倒的穷声，嘶哑风流的精神，引舞威严的官声，演他个这件，除了传奇浪子，别无他选。
嘛，还是可以你的大将军比也比的哟，为公子。
继续活，原本来自家务之意，家不再要官司一家，不全让你家高大一句话，我的大将军。
身体爱康。你弟弟对你如何吩咐啊？还不是老生常谈。读书要用功，做人不要放荡。哦，对了，弟弟玩藤文挖了糊涂。啊，那。我
你要替义母好好管教他。云儿，你陪表姐到花园去散散心。来呀！
魏公子，你表弟今日曾遇落胭脂用，比喻绣花之貌，今日得见，这是三生玉林。他是我的表弟，你休得胡言乱语。是此，恕他不了。不乖不乖。哎，风水不去，此刻又来，两臂五日兄，又有什么好玩的？我是特地请你送礼来的。送礼？曲子我是要送给你的特别的礼物。哎呀，胡子兄，我当你是开玩笑的。哎，你还真把他弄到我家里来了？哎，你母亲不在家，把他弄来随便玩玩，不要紧的。啊，莫非他也会登基啊？我家公子哪里晓得富豪的真正目的？我在他耳旁一生，他在荒受大误。兄，原来你是修公说的那个意思啊？好是好事，君子成人之美嘛。好吧，今天我就替你做个月老，
你把他带回去吧。你们自己讲的，你们来人啊，救命啊！这怎么又回事了？中国戏曲很神奇，你想上台上怎么样，台上就可以怎么样。你们看，千军万马，愿他也穷。这边天下，灯光一片，四光本座，长枪一环，命运啊！
我是魏婴啊，救救我！魏婴，你怎么成了这等模样？一言难尽，道难独中，亲人离散，应当悲情。哎，爹嫂，万法父子兄，绝我于危难之中。啊呀，魏英雄，世道大变，生生都是生难保。你问这事情，想办法吧。父子兄，就这一命，功德无量。也罢，看在往日情分上，我且指你一条生路。我不对靠心地得以高升，我方能享得荣华富贵。你是想我命，不妨也去试一试。你既然去对靠潘家，我落山，不对靠他，对靠谁？父好。你在你的富贵，因为你多情。好啊，怎么杨小姐不认识我了？唯一的好友，富豪，傅公子，哎呀，傅公子，你可看到我的姨母和魏英表弟？你的姨母我未曾见到，但我听说魏公子他怎么了？他在逃难途中遇害了。遇害了？
公子遭遇他了，我也是痛心疾首。杨小姐，兵荒马乱，你还是快快进入平安的地方吧。就随我同去，听报小姐平安不是？杨小姐，快快随我走吧。等安定之后，我们再这么寻访你一幕。也罢，暂且随他到你吧，杨小姐。成这样，该下雨的时候出起了太阳。我怎么唱起老丁记里的歌来了？其实它跟我们的戏丝毫没有关系，但我觉得这些字儿放在此处非常合适。你们想想看，当杨云湾上当受骗，成了富豪的老婆，当我家公子成了要饭的乞丐，这不是该下雨的时候出起了太阳？雨是什么？或者是应当太阳早早升起的时候，到船下去了，我冒他去。
外面风大雪急，见我也被灭居，暖暖身子吧。哎呀，真可怜啊！外面风雪大，你快进来吧，还被灭居暖暖身子。多谢点子，多谢点子。来。先生，看我小马
贵赠的机会吧，爷爷，这种人劣行难改，只怕
天也好心，没有好报。哈哈哈哈哈！救人性命，岂为同胞？你还是快去烧姜茶来。哎呀，去吧！哎呀，爷爷，去吧，去吧。这是哪里呀？哦，公子，我你醒了，牛才，来，公子，好碗姜茶啊，来。回来！外面邪大疯狂，你莫非还想再去送死不成？死了，到好了。放心，我们是不为己牵扯的。你就先留在我酒店吧，来。那你就听我爷爷的话，来下来吧。一颗少年心，第一次被迫热的民间神经深深打动。我家公子享受一身官级之业，但他开不了口。我韦小宝在此替他的翁家祖孙拜谢了。转眼我家公子机智我家，预估去了他多年。冯爷爷和牛翠姑娘陪他亲自一家，接他疗伤，豢养他读书。但我晓得公子的内心是寂寞的，他到河边洗的酒气，放着河水，脑海中不知不觉却浮现出母亲和云湾小姐的身影。夜深人静，他在灯下翻阅书本，换着，却想起了云湾小姐劝他读书的情景。
关心他呢。我看啊，这调教的功劳嘛，还要归功于你。爷爷，好了，有才啊！等魏公子喜9步9杯回来，记得让他喝呀痛书。爷爷，你真好。不是爷爷好，是魏公子他真的变好了。哦，有才，爷爷去菜阳买鸡了。哎。谢谢，爷爷替你在草原去了，晚上要再替你买些书本和字母回来呢。感谢，天天都是这几句话，哪个喜欢听？魏英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在想念你的母亲了？我知母亲和表姐怎么严厉啊，魏英哥哥，你放心，终有一天你和他们回桃园的。到那时，你会再想念我吗？啊！洪家救命之恩，为应师生铭记。救命之恩，你只晓得与我讲救命之恩。为应时刻不忘孟家对我的救命之恩，这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怎能帮着细细救济？你不是还把我们调查出了一只神奇的大将军吗？报效时辰，看看据点，比我还要能管你。大将军，想当初我为对己一之前进，想想真是不可愧谁呀！为一不可为谁，恰要面对，这却是神圣的面孔。正当某家公子被自己的过去追回自己，写上登记场上的牢狱，符号成言了。你休得不理，今日我求降无力了，你又能是何？啥事关不必，我就与你拼命。你想拼，我比你还想拼你。这是时候相拼，倒要好好商量
商量。魏英哥哥，你帮忙这个座位吧。你要做什么？我要与我写的老友对一仗，赌一把，对决的。难道我还怕你不成？魏英哥哥，魏英哥哥，这哪里是对棋，这分明是演技，你可千万不要上他的当。我要和他对，为因我光明磊落，难道我为苏杰这无耻小人不成？无耻小人，哼！无耻小人比你有权有势。为因今日对棋，输赢是后给取我武好，听托无妨。赢了称王称霸，输了覆水称城。好，魏英哥哥，奴才不能放心，我绝不为苏杰他。来人！与我配对瓦棍，命古对击。我也在所不惜。我要你的命与何用？我不要你的命，我要他。不好！你要怎样？是为奴？走去，那就要看我武豪公子的性子了。你把他带走。为因无所前去应举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我父竟然就是为父。
一切都变了。但我微笑吧，一点也没有变，还是他最贴心的苏东。我设法买通了一位在吴府当佣人的老乡，那佣人告诉我，不要吴氏的富豪从来不娶苏王，所以我想这苏王是安全的。但我疏忽了一点，这苏王可是我家公子的伤心之地呀。
静静。
心啊！
此番前来？我知道，你是为救恩人牛菜姑娘而冒险设伏的。牛菜姑娘贪污档案，表弟，为免再生是非，以表弟之见，牛菜姑娘和她爷爷晚当速速离开原址为是。表弟言之有理。牛菜姑娘已在府外等你，一切我已安排定当。表弟，你去吧。表弟，我放走了牛菜姑娘，不好她为放心。表弟我是有办法。此次为应告辞。啊。
前来天差在京，征集助农。爷爷，听说魏公子得中进士，做了官，今天来的魏大人，会不会就是他？啥是他嘞？我要请他再吃一餐粗茶淡饭，喝上一壶老夫亲手酿制的酒，让他不要放粮，黎民百姓。冯爷爷，也去广东为了鱼丸，把你家的把年全回了。岂有此理！爷爷，我去找他们评理，让他们赔偿。我要到衙门里去告你！你不当听当听我是谁？事情他当兴王内廷总管王公公是我的官兵，我看哪个衙门官接这个场子？我就不信天下没有王法！你确信你的王法吗？忘了他！放开我三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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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为你不客气！你客气，心想待在我三月。崔姑娘将叶子塑造交到了公子手中，新生今朝赴营的魏婴猝不及防，遇到了妾身的杀神的是他的生女苗云婉的丈夫富豪，配上的他的救命恩人风月翠的一命，他太不容易了。心事重重，双眉紧锁。
母亲。因而想与表姐单独，也许好，因儿，你要好好宽慰于他，请。
为何是此奸外的？表弟，听母亲说，自从你随富豪观察府的多少拨生钱来，母亲天天念着你，未能解释问案，万望姨母她都是财。表弟，云望今日得为富豪命案而来。是此说来，你是特意前来为他求情的？不，表弟是特地前来求你判这富豪的。一直自责，但他此刻多病内定，我却难以拿他归我。倘若表弟胆将无妨，倘若表弟前去告诉父皇，据说新人今早赴营为他人想与儿子互拜，对今徐去。我想他定为前来与我一我。表弟明白了。表弟，云婉据此告辞。表弟，且吧，当心。来臣。
我应当称你求弟。求弟，你们母子团聚，府邸之外，你有官让得意，真是身心临门啊！我请他来自，望无见怪。朋友才告你杀害无辜，你是叫我面子，他以前来自谁的？区区小事，你我之间何必认真？私下商议嘛，不就解决了吗？我倒也想思虑，毕竟你好歹是我的表姐夫了。这就对了，求你，我一听说你要与我对镜去求，这心里呀就美滋滋的。你看，我完特地给你准备了见面礼。你的礼单倒是十分丰厚啊，可惜我有眼无珠不识宝，只能原地同还。听这口气不得头，莫非杨玉文传话有误？杨玉文所传非他本意，乃是我今早复印得此通告于你。呀，我的求弟呀！不是我这个表姐夫倚老卖老，而是你呀！我并且可求为前来。你的毛病早已被我搜查了。我怎为轻信你，要我对继续求啊？本官向来是言必应，言必果。我要与你对镜，送你最后一程。为英，你就不怕苏进我这个菜吧？在烧了一颗彗星，去了一